换来你厝，那无开电火，安尼足上目睭的哦。你是会等我？应该是吧？哈哈，啥物叫应该？而且伊创啥安尼电火乖乖暗暗的，袂无小心困去啊？你安尼就像老先生哦。我看你衫用拢换好啊，随时当出发着啊。工课使的话，到工场搁换就好。安怎？准备好面对新头路啊无？无确定，哈哈，要真像你讲的话，你伫遐每一件代志拢很保守，有时会当乐观一寡，毋过我嘛介意这点，就是啊，但是无论你拄着啥问题，拢会当随时甲我讲哦。啥物问题我会使斗相共，放心。对啊，我拄则看遐管委会有打公告讲，中庭地面的基准爱开始整修啊，但因爱等每一户拢做了数据中授权了后，才会当开始。物件伫遐着了后，才会使，甲你摕敢会使？伫咧啊，了后摕互你，好，多谢。好。认真要开始动工呢，后了3-4个月吧。无枉费我一直去甲遐阿姐阿姨博感情，有甲家己焦虑个死命，爱应付管委会各种调研，超痛苦的。有啥物管恁济，总下去处理。好伫拢有持续去反映，即马终于有一寡进展。太好啊，恭喜你，嘿嘿。多谢。等下，这不是我熟悉的事迹咯。你安怎无连我搁加管因素啊？我是应该连一个，伊无需要家欺负甲很忝。我感觉无啥好连的啊，安尼哦，你其他也真无共款。那你敢会当回答我一件代志？你想讲你想要问啥物？那我毋问啊。你感觉无啥想要听？无啊，你问啦，你是毋是其实最介意我坚持家己去甲因谈，家己去谈，就之前你是有陪我去甲管委会谈，但我希望你互我一样处理啊。我一直咧想你敢会其实就在意这点，我完全无介意啊，有啥我会介意？无啊，就好，因为我其实有淡薄烦恼，我之前安尼讲是强硬啊，我甲你的性格真正足无共的呢。个时阵我就惊对方甲你冤起来，所以就感觉应该先拍掉，拍住，事情先互我处理就好。毕竟当时嘛，毋是啥物有势的人，讲起话来较气耳的。我就烦恼，如果了后是你去处理的话，你可能会处理的的确强硬。啊，解释就是，若无熟悉的斗阵，你的表现你有淡薄仔冷漠，有时阵甚至有一寡歹，敢若对别人无啥物耐心，进前隔壁厝边好意来通知要断水电，迄件代志你还会记得无？迄个当时一开门就互你的臭面囝着安尼，安尼讲起来，你就像迄种人家饲伫院仔内底恶犬哦。我应该只是比较警戒点。好啦，乖，好啦，我讲真笑。我知影你只是对身份人较适宜，安尼嘛袂歹啊，会当弥补我简单容易凊彩相信别人的性格。嘿，但我了解啊，外头感觉足奇怪，这种感觉对吧？
无法度，先叫我今仔伊下晡无用了半工啊，其实无讲着啥话，嗨，原来无用，完全拢咧处理一寡负荷系统的问题啊，毕竟毋是班枪的体系，特别无熟，伊答应我今仔会好做叫，我真怀念，伊足久无亲手处理遮物件，我等候公司的修复就走啊，下晡。是答应我会好好休困吧。先等下，我真正无去公司哦。头先伊讲，我今仔可是做了足足放松的代志。当然我指的是一寡娱乐之类的代志，就是各种你知影，我介意，今仔下晡会好好休息，所以我就好吧，是嘞。我搁走去斗相共蔡阿姨的，就是真正需要有人去帮伊甲进出退系统重新设定好。伊一个老人家经水果蛋嘛无熟悉操作，而且伊迄建议嘛拢毋转来斗相共，如果自动系统出问题，你一个人。是嘞，我答应你，今日爱好好休困，但是对我来讲。做遮个物件嘛，就放松的，所以也算是。风就介意甲别人斗相共，定定做过头啊。伊需要休困，我无希望伊忝坏，伊无欢喜啊。只要你感觉放松就好。我感觉家己今仔真正有放松着，甲工厂遐烦人的报告比起来，加A3基础自动。净化系统的设定界面高水济啊，我个人也是介意处理遮较单纯的物件。真上主管了后，就爱逐工处理世界上复杂的物件。有可能是人，甲你讲，甲你说明者，因为这大插头听无哦。啊，对啊，明仔载代志，明仔载，对了，我要传了。我想要处理了，我毋知啥代志，处理，哈哈，就奇怪讲法，好吧？今年大概是我输啊，我只好努力找安尼，我，我到即摆也找无，你种伫倒位，可是想要知影，我会使偷问一下，你即个准备的是怎样的啊？准备啥物？哈哈，就是我以为，无事，就等我无讲，等我都无讲，我等下误会啊。唔是一定嘅代志，我拄则问到啥物？你讲，你简单。好啦，我先去抢一个身躯，咱就出发了。我应该准备最安，因为这几天空气坚定我的心坎，心头路啊！大概等我一个15分左右吧，就去。小强姐。有一老一个歌水，啊对啊，我有一个物件，等下要炸出门，但是拄则发现找无伊啊，会使拜托你帮我找一个，我要找一个良子味药生心碟。你讲我要找啥物件？哈哈，对啊，你也毋知是啥物，就我解释，或者是就上班要用的物件，一个风景有淡薄仔古性的碟的物件，应该伫客厅餐桌顶我的笔电边啊，或者是大门边的柜啊，或者是碰椅边的 A 柜，总之需要再拜托你帮我找一个。多谢啦，我先去抢一个，爱你。我等你。那我们有一开门。会当查的。应该无时间限制吧？
如果有时间限制，才亲像 tutorial。所内互动语录，所内。我看这边，拿刀哦。底下啦。我觉得这边嘞。我电脑啊，应该等时间嘞。是，他一定会说好，伊若即马这个时阵无说，这种是好人。伊就是爱有一个时间限制，调用牌。哦。透露来说，很笑。20490。我要弄门，我无想要弄门，我想要看时间了。而家未过哦，你也假啊？安尼足普通的呢。是这，你就弄问我啥代志？我找到你个对啦，啥物？我找到伊个对。我啥收遮无？我今对人拄着我爱笑点就好笑。然后讲内底听无清楚，你等下跟好多啊，多谢啦。会无？歹势，你敢会当卖插啊？无，水无卖安尼嘛？晚安，好啦，卖会员者，恁兜是安那
奇怪的吵死人啊！咱应该无做啥物声音才对。卖咧暗时播家具好，若无咧播家具，哪有可能？咱楼顶就一直有听着声啊！我就讲我一定是大西即号，应该对面的老西才对。另外拄着伊，毋是讲最近咧播出，这假，真诶啦！你拄出来讲啥毋讲？我拄出来已经爱讲，安尼是安尼安尼歹势，找毋着人啊！安尼无事啊，无惊啊你啦吼！再见，歹势，我讲较直接啦，无事诶，多谢你，真歹势，下次见啦，晚安。靠北。对啊，你拄则咧找倒找着硬条咧，客厅倒啊底下，我哪会走去应该是我厝是无聊诶，迄时阵我迄时加班嘛拍倒，若无注意讲硬条啊，遮厉害咧，迄种所在嘛找会着。对，迄种算用会当轻松解开稳重路线诶，算加嘛行，迄物件好嘛，多谢。毋通，搁武器啊！这物件就对，后尾好啊，找一个头毛，顺续处理一寡公事，等我一下。这吹风机真酷呢，有啊，这算是巨款安尼，要安尼飞来飞去，只要无即摆有拢流行迄种陶瓷的，就直接打伊的，是哦。对啦，毋知影即个月地动发电的日期是啥物时阵？我会记时间要到。我会记是11月31号。看年真一工真细意的，这种代志你做一个有清楚。斗阵了后，我拢有淡薄仔松切。XIRI 竟然直接跳通知啊！来不及是你啊！才会助你定性，嘛会惯怪我，真可怕。伫啥物时阵拢需啥物时我伫啥物时阵需要啥物资讯，伊拢会当知影。连等下咱需要的交通资讯拢自动显示出来。无杀着，欢迎关掉手机自动收音的权限啊！应该听无咱拄则单位的内容才对。伊是安怎破断？真正是单纯透过我平常操作手机仔的行为判断，安尼就会当知影咱即摆要出门，甚至知影这项要去倒位。咱愈来愈亲像活伫迄种反乌托比亚的世界，乌托邦世界内底，无应该安尼啊，确实，足讨厌啊！你记得嘛？在乎即种治安的问题，你毋是一直拢伫即方面即小节，哪会突然对有了兴趣？我即摆有兴趣，但是无时间啊。如果我手机仔内底亲爱的 XIRI 我讲毋对话，咱等下就该出门，然后无时间了解的问题啊，后摆会好好甲你讲。等你好。你要来去做啥？一起做啊，做我打的。对，我袂记买位啊。我就做是，后尾啊，伫 A 柜下口，还好啊，我拄好嘛伫咧想，今日阁袂记买。不愧是你哦，真细意啊，多谢啦，帮我大梦，是要倒一排啊？瓦卡莫多，马卡莫多，阿里亚多，我讲啥物？到这个牌啊，马卡莫多马卡莫多真正是另外一个世界线，对吧？所以足奇怪啊，马卡莫多买伫好诶，我遐烦恼你买着水饺版，迄个味道会愈食愈袂舒适啊。不过我袂记你有甲你讲过即个代志诶，你可是伫边仔默默观察诶，伊真正足细意诶，伊真正足大声诶，安尼一比我是毋是收粗煞掉啊？讲即摆安尼就足好，我介意你即摆。
好一个突然的告别，也真名不改姓的突然讲出这种话，不过我嘛介意你即马。好啦，我真正要好，真正搁等一下就好。敢有人拢无呢？你敢会使去应一下？哟，大师，刘汉明，你好。我是想讲恁上大夜班，差不多要出门做工课啊，行来不及甲恁讲一声，所以赶紧来通知一下。因为阮兜明仔载要搬厝，可能加有一寡噪音啦。明仔载我应该要上班，安尼会影响到伊。若是搁想到讲恁大夜班嘛，可能安尼，咱安尼平的恁。透早困会吵着，所以你爱care 在意啊，所以想讲来问安尼甲会使。不过即摆拢会当甲搬厝公司租噪音低消，基本上袂伤吵着着。然后所以嘛，就有新诶，来问咱。有噪音处理诶话，我想都无问题。对啦，会处理，我会请工人甲搬阮诶迄个啥物机器人当作家调完啦。伊无摕到敢会做噪音低消机哦，新甲有管会当困啊。嘛做噪音低消机对无？对哦，会啦，我会考虑一下，虽然政府规定爱做，但是讲搁看卖有需要无啦，可能。我就确定有需要安尼哦，好啦，我会甲保险公司面讲，只是想讲。无迄需要安尼，不过你拢讲需要，我也无讲做是毋是？只是就真正毋是小花费啦，但是为了恁我只要做啊，可能就当做恁少年人抗压性较低，对噪音较无抵抗力，哈哈，讲一个算笑，真欢喜这个老师要补助。但少只伊出门去上班啊，大细啊你啊，嘛爱。若爱拍拼一个，我看丁小姐，逐工安尼无闲钱无闲做，好辛苦诶。是啊，伊种日种家己诶事业，趁钱就趁钱啊，搁日种事业，你免结婚生囝哦。我会记因后生家己妈妈袂结婚，你是袂我是想要加无得结啊，我就是少年时阵无珍惜机会，所以即摆就确定。掠安机会嘛，过来啊，互伊一寡建议吼，查某爱有担当一寡，莫互家己诶女朋友安尼伫外口辛苦做工课啦，就是讲家己想要做诶工课啊，是有日性诶代志。天底下倒一个查某囡仔会安尼愿意安尼操劳啊，而且必须工课算啊，也互伊上大夜班，你安尼袂使啦。伊安尼讲有淡薄仔无尊重伊啊！我倒位无尊重伊，我是咧关心伊咧，伊会爱是一直陪你去上这种大夜班，安尼配好才会好。查某囡仔上重要就是爱保养好，好个皮肤面都最好诶。就是爱水水诶，安尼你带出去才有面子啊！我是教啊，我无想要你像安尼讲话啊，真是教啊！啥物教啊？互伊建议你啥物意思？你无应该随意谈论无理解诶代志。你安尼讲，你讲我都会讲毋对啊。伊会讲工课本来就是伊诶事啊，我看毋是吧？工课就是为了趁钱啊，做一个查某囡仔，无想要有一个会趁钱诶翁，然后逐工倒伫厝。你感觉人做工课拢是为着钱？当然，我创啥很辛苦，伫工地讲，你以为我介意哦？所以你即摆无介意家己工课，无啊，真爱讲诶话是真有成就感，嘛真感觉嘛有意义诶啊！而且大家问到嘛足骄傲诶，你敢有捌？安尼你也感觉工课只是因为欠钱哦，做工课只是欠钱，这好啦，是我毋对。
歹势啦，像我讲讲啊伤紧啊，哎，我前几工较无好过啦，突然出了一寡意外，想话说即件代志嘛是足临时的，有啥讲诶较失态啊，真正歹势，连小两口迄辛苦，我嘛是知影，我无意恶意啦。那我要是较早离开吧，也无好搁打扰你啦。晚安。袂甲迄种计较。老师真是机车着无？哎呀好，安尼啊，我以为即摆会当遐尼无所谓啊！我侪听伊讲诶话，我考试拢要气死啊！有俩伊歹在意啊，我咧相信啊，但其实对我来讲足难诶，拄则拄啊足着，我应该互老师未当求轻诶机会，事情爱问清楚，就是爱问到底会看伊会做摄影低消去，迄个迄足重要诶。其实伊人若无真正迄歹啊，就是性格硬诶啊，情况佮贪小便宜啊。也爱讲别人，也爱讲一寡因话酸人，像伊最后爱讲诶耍笑字，也真是互人袂爽。算啦，做是好遐我考男友为干代志，真做你就好。对付即只受战班义诶人，你上少帅气领导啦，多谢你。对啊，拄则老师毋是还舞着，还讲着。咱两个结婚毋结婚迄边去啊？伊足穿个呢，结个会是毋是啊？叫他使用淡薄仔来庆祝好，也我感觉伊最后既然会当互迄老师认出，我足爱伊个呢。如果是平常，你应该早着恭迎送去啊！而且我感觉上早是你甲解讲话无错，总有人要甲伊讲，伊安尼就无舒适个。哇，这个感觉我噼里啪啦讲了一堆。敢若我就认真好听，实际上嘛差不多是安尼。然后上手就是甲主要做我看咩 XIRI 讲要到3号场的话，咱主要是讲啥？今仔公司专用的白球，敢若咧维修，看你要有袂记啥物差不多咱做啊？有啥物件当用？可以照。出发，好啊，好啦。是讲你拄则对迄个老师讲一句话，你可能袂记。你讲安尼足无尊重，我感觉足欢喜，因为你知影我有偌重视即摆个。你知影这是我道理个代志嘛？愿意替我向别人强调这点，总之我有足欢喜，你有替我讲，多谢你，就安尼啦。我甲伊讲了，若我歹势，做伙加油吧！这袂当看。哎呦，我个人等。哈，一踏出家门就突然我想要去公司啊！我无需要陪我，应该伫厝休困。我倒拢是为了陪男友嘛。要是伊伫厝休困啊，讲真笑啊，是我答应要甲伊去啊，讲到就爱做到，而且工程迄边我也有代志要处理，哎，人生足难的，不过该做的代志还是爱做，无问题，咱就出发啦，真的不对的，也看手机啊，来搞呀。等下啊，你敢有听到迄声音？快闭，甲紧
要经过。应该记位的汇准啊，安尼城市就歹感，无感觉家己渺小对吧？我嘛安尼感觉，安尼啊，是安尼是好代志啦。行吧，公车要来啊！是讲你确定较无问题？我也是感觉这新头路无像你的想要做的。我即摆就想要一份头路，如果真正做袂起来，就勉强。我袂当继续时间踮伫厝啊！我必须问风感情压力啊！我来讲嘛，我安怎讲嘛？做到多道经理啊，收入饲两个人，足少有意啊！伊厝内需要饲，工课即种物件是爱开时间慢慢找到适合的才会使哦。我真早该斗相共，你拢有甲我斗相共啊？你互我知影做有一个人愿意无条件支持我，这对我是绝对真的。但是我想要讲的是，无论你有找到工作，我嘛共款支持你。我无希望你因为顾虑我，而感觉家己为找到工作不可。我无相信为你的压力，是这，我是真。我袂因为你有压力啊，安尼就好。我小就慢呢，市政府佮甲算力，会算力呢，集中教育区啊，你何区好难看。集中算力集中哦，就是啊，即摆规个完办，所有系统拢是交由 AI 管理，真就是讲公运输人员同时互调起来，当然要有干系系统。是演算法甲布满了规则城市的感测器，会当处理这复杂的工作。那无论安怎优化演算法，咱也需要极强的算力来持续处理庞大的数据。比如伫交通的监控时代，市政府就会优先甲算力提供予繁忙程度较悬的行政区。其他亲就是咱即种区的效率就会降低一寡，安尼敢有听有？有听啊，真好，真好，阿公真好。好噶，你看到迄对面遐白球啊，那是公司内部运作系统，咱平常时拢坐迄来上班啊。丁小姐，早安，因兜我送倒位来？不对，即摆是暗时呢，我呢，今仔日哪会遐晚？迄个公司啊，我咱你若甲风足实，我真是有一寡代志所以。哪会毋坐白球脚？是我厝内，阮兜遐个迄边个接运站遐个胃口。恁兜迄边是哪是站啊？关于这代志，我无介意互人探听工课以外的代志，是你这远个站啊？啊，是永和区迄带，安尼啊，请问这位是？我叫大师，这是新来的。你好，我是，我不知，小有名。超速销哦，而且是勇气的勇，明天的明，明仔载啦，明仔载的名毋是明天的明哦，就怀疑到底是啥你的大细，就怀疑是啥你。来，我感觉顺道都毋敢两位上班啊，两位咱再见。啊，小细人食入去的，好啊，上班。
定位吧，定位。啊？我够侪人诶，为啥你安尼就会当看到全部啊？你是有兴趣啊？啊，够侪人。你就安尼啊？是咧参观公司话题哦，原来是面试哦，搁要面试哦。你是最后一关，你敢会紧张？当然，但我想要甲伊问的。还有一个。无问题，你只要保持平衡就好。既然系统已经选了你啊，你的主管嘛就难完全拒绝你。总之，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加油。我记过你的主管几届啊，是一个严厉，但记者派佫有能力的。安尼讲嘛，就是伊甲即座菜所互收掉的运算工厂互救转来。这菜只互收掉。毕竟咱3号店其实是万昌上早期的厂区之一，即马设备愈好，产能愈大的厂区坐的是啊，尤其是全力开放以后，遐竞争者开设的新店，原版嘛为早期重度瓦罗万昌，到即马已经慢慢甲需求分包互其他集团。阮总公司迄边拢咧考虑爱甲遮裁撤掉。我家袂走到钱要倒闭的工厂应征啊嘛。毋过业经理了遐了后，整体产能还了足侪倍，效率佮大幅提升啊！总是一个实力派的领导者。伊是一个安怎的人？超严厉。进前微博会议上，伊直接当着总公司迄几个肥鸟的面，显批因的绩效。听我助理讲，伊对员工嘛是足严格。对啊，佮有一件代志袂记讲，咱公司出入免证件，只要直接行入去你想要去的所在，系统会自动扫描你的面来确认你的权限，无互授权的所在你就去不了，是蛮方便的。但是互随时扫描就是无事时啊。这是我头一摆上来上班啊，就过遐个考过来面。公司我面无资料。哦，你逐当报税的时阵，有拢爱扫描确认身份。政府迄边拢有咱所有的人的面部资料，然后遐个规模够大，甲政府密切合作的企业，就会当甲政府申请提取遮个资料。只要因想要爱就摕就对。甲大企业拍交道久啊，因就会惯势久啊就惯势，这无亲像好讲的。怀疑你袂习惯这种代志，我是袂，只能接受现状，然后警惕家己莫习惯遮个方面的代志啊。总之，一台电梯嘛是受系统控制，所以我爱甲你分开坐啊，因为我要去的是地上区，你无遐关系。哦，然后我甲你一起做伙坐电梯安怎？我无想过，应该就袂当吧。你敢要试看觅？家己也提点注意，有个是算了吧，有个小动进步之类就好。对啊，你毋免烦恼咱下班以后代志话，你还记哩哦。我讲过，我想带你去看遮顶楼的风景，我但是处理了以后会再通知你，然后我会为系统迄边甲你的权限开起。安尼到时你就当坐到顶楼，然后我一定要到，讲安怎？你安怎？无事，一定会落厝哦，我相信你。我等下见，拜拜。就是难得去咯，我连对这些工课，阮讲因无介意啊，但我还是想要替伊减轻一个负担。等下要先去见经理叶义华，只要伊点头，我就通得到这份工课啊，是不是啊？这个方式。到这边了，会当去呢？离去，时间踅踅啊啦，无代志啊对无？无时间限制啊对。即摆应该是足线性。
会当讲是哦。你想啊，那无甚至吼，啊是廖兄叫你来廖兄，毋是啥是廖兄，啊毋知啥是廖兄，你也是汉啊，你是外份啊，这啥个无是说廖兄，大家只有先来，这个廖兄，我就是先来啊，靠对诶，挂你诶相片啊，之前佢有讲一个，最近敢佫有先来啦，有啥物啊？看这个工话嘛，就歹唱诶，廖兄遐老一句，家己通互我母，通甲我母入来是大了不起诶款啊。我无免伊推荐嘛，嘛通轻松入来，啊，不巧你讲讲了家己诶，既然你毋是聊遐派来诶，所以无，就代表我爱大家，啊，无大家是你，我要找一个，我要找一个袂红大卫拍交了诶所在，继续去食薰放空啊，拜拜，我来倒去。那是我看我去诶，无互落厝啊，安尼嘛无错，应该无错。如果最爱应该在底座里啊，但是我感觉伊无最爱，才算做。那里面，我是靠等的，靠。来了没有？靠，完了。这小。这是个人哦，这是个人。能力很不错。啊，你想，这有太多就骂诶。我伫下面是个，我是大四是叫你个做经理啊，你再来去叫应该是然后来转来落去。我找伊有代志，所以我等下先入面，敢知影，然后别仔代志咱你对无？然后你做好咱换好，我是有炸了做好，我是无想到即款就啊？你前变做我无像个做好个话，赎金袂互你入去任何办公室。赎金是啥物？就是即做工厂本身啊。工厂的主控 AI 会随时追踪工厂内部所有人员的身份，如果伊判定你毋是员工，工厂员工就袂甲争取工课开的权限拍开，连这拢毋知，还想要来遮工做工课啊？看起来你也讲遮，应该我是做袂。你听下，你进前工厂，如果你的民意话，最好就是你的身份。每一个人的最好，顶头拢有家己的编号，当是毋是被你的职位甲权限？
对吧？既然你底下无做实施，不如去把它找一个屁的。你看自己你个要早退，是啊，毕竟我是真退嘛，我想要2个饮料已经人家麻痹啊，然后一碗饮料机啊，一几人，对你也无是在遮吼，我讲是 B4 宜兰老站，饮料都为店顶出来去，听好，我想要你的沃的汽水是的外的哦，那边外观甲名伊拢足熟的，爱加注意啊，伊是的外的，我饮料的范围啊。感觉我讲的感觉，亲像就亲像时间停止了感觉，想要是到着恶心啊，有时阵因就是个是下吐，安尼吧，看你要帮我买无，拢是离开吧，来帮我准备资料。哦，就使要帮你也无分钱，你个回心转意啊，放心吧。公司的饮料机是免贵的，这点互你公司会就轻互伊。无问题啊吧，紧离开吧。就爱曾经袂做偌济，是偌济好去买饮料。但是袂做袂当用咧，袂使用，袂当用。所以去比分起来，比分一定有袂做的，我跟你讲。哦，你也爱买饮料？无惊，我水个椰蛋，那个对对，后尾我算，只是2种拢汽水，而且还佫剩2款啊，一个是的外的，一个是的沃的，包装名伊这拢超型的，但是恁起来无同款，在倒呀？安尼讲，的沃的就是清淡酸口，适合配一寡油脆的物件，咱改点，外的就那边就甜的，而且本身可以提神饮料，恁规个人会嗨起来，敢有人就退下伊的味啊，然后就反胃的，我现在拢就爱，就歹你。好啦，那么安尼啦，你马上选一个，会记你 Q 蔬菜，想要你个是的沃的，对吧？的外的沃的，安尼啊，对吧？你袂是因为家己想要买另外一个就马上算了，是安尼毋对？哈哈，我就知影你即歹啊，我是因为我有一个骑车的习惯，大概摕物件大概物件袂定注意的时阵，我就会请马上算，然后搁说调过去算另外一个。我惊你其实偷拍迄个算盘，结果互我误掉，好啦，我改手，就这啦，我惊浪费你遐济时间，歹啦，到尾买买。而且这个无，这个无，这嘛无算买啊，这就是摕饮料尔，免费咧。就这样，这样，看，很高兴。这种点餐的。白色。
啊？哦，白做一盖会当用无盖啊，靠腰。我一盖唔拉有盖啊咧，靠腰。这公司其实算中国，台酸州。哎呀，两块。哦，我会当坐徛你后壁，后日不过来遮做清楚，我还要有通翕你的空间呢，调整空间呢，只要无面顶上悬限度的运算量，咱就通甲愈动态的调整计划，你就清楚咱客户甲伊弹性，咱提供伊弹性。你讲了啊？邱守凯，你甲我听清楚。我除了趁钱以外，也要保障遮个人的权益啊。若是公司员工，免甲我讲职员的这就是帮公司，是帮公司将利益上大化，我当然知影。但是我即马，我能伫做到利益上大化的同时，现在咱签约对象，咱的签约对象是合作关系啊，但伊毋是咱买来的物品。咱提供伊一个合理的合约条件，保障因的基本权利啊，建立口碑哦，建立信任关系，牺牲一寡短期利益处理中期的收益，你用这嘛毋捌咯？你如果看我整理出来的数据，你就会知影遐算落。只摕一个季度的数据分析，就爱我甲规套体制换掉，甲你迄白痴提案甲我提走，你明仔载免来啊！我想到逐礼拜拢爱忍受你的恶性提案啊！你爱当场开除我，拢啥物年代？你以为凭你一家主管就会当亲像以前安尼凊彩开除别人？你知影我即几啊月绩效偌好哦？系统判到无核准的话，你叫是你会当做啥物？无，你爱因为你的决定伊开除你，你即马根本无决定权啊！即条会当处理，反正既然即套用 AI 会甲你即种货息带入去公司内底，我爱越过伊的边界，甲你挂出去，想必嘛袂收难啊！即马走啊！你。一项我知影，你知影无？我嘛受够你啊！我早该知影即种务实的分析，无办法说服你。如果你只在乎家己的面子，就继续装清高落吧。侪人个拢知影你规工讲在乎遐个算落，根本拢无好听。苏凯，撇开你对他人，我不关心你是一个巧的少年人，我真心希望你真心相信你会有大好的前程。拜托你，莫成为一个恶人啊！即摆社会无需要见到恶人啊！即摆社会只有做恶人只有做恶人通成功啊！所以我即摆甲你态度，由我来甲你讲，恶人袂成功，我来敲几通电话啊，向风泉厂推荐你。这有限的是降职啊，但你会得到更较侪机会发挥。希望你离开遮以后会成为更较好的人，我对伊有所期望。你通走，再见。看到这种人采样真是壮观。你的饮料，多谢，注意好运。面试进就看到主管家一个好处的，互你就紧张啊，安尼啊，袂，那就好，那真好啊。咱足紧就通看出你是毋是伫眼看。放心吧，即摆咱愈欠人啊，你都出的机会提升了一寡。不过你为虾米会伫我未来的时阵放弃啊？属金应该甲你隔伫外口，我就自动拍开啊。迄就代表系统认为你会使入啊，无事这毋是你的错。
看来伊嘛知影我养学伊呢，这大概是伊恶作剧。这个有自我意识，当然无。这个玩笑话，你无听我讲过，好啊，因为够济啊，过来吧。无袂当看物件啊，靠呀！你是大世界吗？是，无错，就好。我看我遮无椅啊，你就先起来，后壁有一个椅啊，靠呀！我追你往好做好就好。我甲伊做代志机灵的人，我无错。你无知影我提醒就准备好，我甲伊改成迄个酷手凯哦，是吧？对面毋加讲，你是来找工课的，如果我需要一个通做好工课的人，为基本的开始讲起吧。为做城市的学生 AI 来将文书、文书、物流、通讯、监视系统拢挖靠咱即座运算工程提供算力。简单来讲，只要无了咱，即座城市就会停止运转啊！遮个恁讲知影？你讲的听起来无啥对，无错。后来你毋是毫无概念的来听我，我遐风平常干到遮，我都有加听一看。确实，我拄则讲的遐毋是并毋是真实的情况，我是只是为了测试你才讲遐废话啊。然后啊，当时原北外环就有23座登记在案的运算工程，其中有18座在硬体顶领前咱几个世代。你做城市无需要咱，你敢有捌？但是可取代啊，而咱的竞争者非常接近即件代志的发生。如果了，就需要你敢会互即个代志发生？我会尽力。事实上，我无关心你是互尽力。我伊个结果安尼有够啊！咱03厂续进，曾经是上先进的运算工程之一，但迄是20年前的代志啊。即外口的每一间工程拢有比咱更较好的硬体规格啊。事实上，即马的续进就只是一座过时的老古董，硬体的缺陷，还靠软体弥补。同其他运算工程压价合作者财务接信成本时，咱的策略是提升并最佳化合作者的状态，提供伊更较好的待遇，确保因身心状态健康，以此换取稳定的算力工具效率。听起来成本会加足侪，真好。还有问题伫咧指出来态度，来增加一寡印象分数。无错，短期来看，也亦是如此。但以2档以上来看，用其他工程命令效率下降的是咱的效率，并永远的加悬啊。基本介绍就到此为止。即马该来等你啊，安尼讲无？你会来到遮，就代表续进已经决定要处理啊。你先后过你的所有过往经历，你除了这个计划，我的过往经历是啊，包括你当过一个军人，也伫军中惹出不少的麻烦的代志，咱拢知影。你退伍了后，佮去做过保全啊，而且也是去过俄乌。这个时代，进步就是一切时代。像万象安尼的企业，想要得知你过去留下的足迹，可讲是义无反顾。如果照一般规则走，无需要我这个职权来做最后审核。但我无相信伊啊，我认为人是靠过往数据分析就通归纳总结物件。会安心，便利比拄则更加严厉啊！这是一个高压的工作环境，你面对的拢将是社会上底层的人，你逐工看到的拢将是社会上丑恶的一面，遐互
埋葬暗藏一面。我看过足侪人拥有水的经历，但却受不了安尼的环境，随着时间过去，慢慢互家己所见所闻，互影响伊变得焦虑、颓废，甚至受满受困。这个人到时是一个款，就讲几个月后，佫是另一个款，简直就亲像灵魂抽走换了一个人入去伊的身体共款。我先确认你毋是安尼才会使。无问题，这有自信哦，真好。毋知，我来看你适无适合伫我的底下做项目。接下来2天我会安排你进行实做，也就是互你直接开始做项目。我会观察你的表现，去决定要继续落处理。主动机即个讲的进行面试，我讲啥要实做？为啥要实做呢？我是一个实做的人，我爱无实做就去开钱骗来的人答题目。下间你要去实做的是台专组的工作内容，明仔载是操作组。但我记录出了操作组，但我就说只有操作组是我做，就是我想结果，但是最近的决定是我。当初是两组拢有应征啊，我想判断你较适合倒一个，当然嘛有可能两边拢无适合。记住，你今年2天的表现决定你是最后上不处。即摆去台选组的办公室，伫遐做遐个组长定位啊，地位，伊会带你完成遐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建议你即摆问。这几天是最搞是当然有，而且你会发现我的非常大方啊，我看的是你知有信心啊，向我证明你的能力，我真系袂认识啊。好，大家要问无？好问题。你免问我台选组的办公室倒位？对，哦，你这是老的？台选组就是老啊，无错。看你观察力袂遮好，靠腰，无代志去走啊。是哦，我个人看伊物件，大概会互伊骂，袂吧？虽然第二就怪怪。为虾米水晶甲红水球？啊，红水球哦，莫有无本，这奇怪。哦，我够大啊！嘿，起来，你谁啊？我是大世界新来哦，酷哦，新来的，我现在要消息，你就退了，要去吧。当时你对人客气一个啊，小金，开门放伊入来，代表系统已经认证过伊啊。如果系统出错啊，如果是骇客，你是来认证这款的大世界敢对？你好，我是叶之恩哦，我是台选组的主秘书哦。主秘书听起来比较宽当，我是毋是特别？我是毋是爱特别主动一点对吧？免紧张，这位无听起来很重要。要出我伫受啥物啊？这害我愈紧张啊！我其实只负责处理阿姨工课上的各种小代志哦。我拄则看，我顶摆才看到你为办公室更一个项出来呢。12月2號蔡加油，第4届向经理要求加薪啊，所以就是阵阿姨伊处理代志的手段是较铁腕一个，有力的铁腕，哈哈，不愧是上班头一天就成绩体人去回馈的。啊，那先来，你有记识着阿姨迄个暴躁脾气啊无？这是有啊，哈哈。那你可莫放伫心上哦。你这正常嘛，是安尼啊，就会当倒去。而且阿姨订过的设计通过咱入会仪式啊，入会的仪式，是啥物会啊？先解一会。大师你好，我是谢彩兴哦，这个技术员。
是啊，种的小厉害哦，伊啥物拢会当修理咧。我昨仔扣啦，规个倒伫屏幕顶，伊一下就修好。我只是甲建修组申请一台新机模尔，这无技术成分吧？而且这是旧的工课，后摆莫做我。总裁员客气，费用会为伊的薪水扣掉，记录我上传就传啊。主任你搁较认真，好哦。有这个代志，哈哈，应该是讲笑吧？我才倒来无久诶，财经只系假啦，迄毋是收一个就好诶物件。总之欢迎你哦。对啊，阿姨应该叫款你鸡排组长来带你吧？应该是叫地位诶人。安尼也无见组长到即晚才会倒来，而家互临时掠去帮啥诶忙？组长也会互人掠去帮，安尼好。其实对我来，我带你去你的座位啊！来，这袂当看，袂当走，办公室袂当走，万枪伤有科技 ，OK， 入去吧。这就是你的座位啊，我已经申请你过，即摆是这星期工真济哦，大技巧厉害，真济个人甲遐舞甲超乱，你怎啊伫遮？毋过讲乱嘛无比球会位较乱吧？都无听着，先叫我度量大，是我大，因几个人有时年地咧修炼一个 ，OK， 因几个老爱搭出，无事就是个，是安尼嘛？总之袂惊着你就好。我趁即摆说明今仔日。你今仔日行程，你今仔日工课是面谈甲枪用，哈？无啥实在，安尼啊，毕竟无要紧，毕竟你是用民事演说法录取的，无实在嘛是正常免放紧张。做一我简单讲说明一下，简单来讲，咱今年大家会有足侪人来应征头路工作机会啊，因大多是住伫贫民窟的穷苦弱势因此那种义务爱导致就遐我有淡薄仔离题。因来认真个毋是亲像你安尼即款主要拢是受进行算力攻击的工作，算力攻击就是靠腰，这物件咱是啥？就是先互人限定分类，佮将因的大脑。甲运算网络上面，就此提升甲取代掉遐高级 AI 的硬体数据。无错，太明显足正确。安尼的工课伫咱即个 AI 主导的大量事务的时代至关重要。而所谓的面谈像个工课，就是甲遐个想要投入算力攻击的人对谈，确认个新兴状态是无适合并进一步甲因强用。展开正式的合作，基本上就是安尼。我等下上好先找一下问清楚这工作细节。那我搁提醒你一件代志啦，我对阿姨的了解，伊会足看重等下面谈的结果，所以你最好特别注意，即次嘛是安排好的。当然，毕竟咱爱严格严格把关台选入来的人，红专抢，真正有一个独影的人，嘛是互新人帮入来，结果对方送价以后，直接拖翻的。我的天！总之，即届面谈是做的人选嘛是事先安排好是指个是你即届可能的面谈到的遐个人，拢是提前确认过，已经提前确定啥适合啥无适合，就代表即届面谈对真正出力。如果无选到即届，当然希望台选组这边就出名一点。太明你免假啦，但是可惜我嘛无讲着，也说一句，伊定出限制的。如果你有啥问题嘛，咱问。你有时间啊？有时间有几份资料还未提过我，这嘛，帮助生活无较重要啊。
我知影你就是无想要碰，较起来去趁物件，但伊拖愈暗，聊起来愈可怕哦，聊起。我知影就好，啊，是这，你即摆就心淡淡无，啊要，因为你只会只是实做，所以只需要甲4个人面谈就好。关于的资料我拢传到你电脑里面。你爱要等组长倒来，才会咱开始今仔实做。伊拄则临时有代志，所以较慢。你就趁这个时间讲资料，就是甲大家聊聊，彼此实在是有爱安尼，就是安尼，先会做个。有啥问题嘛，咱来问我。这个哪认识？这个就是个呢。啊？迄倒来，有啥位你倒来？小位啊，我财神袂要紧，你也是喘啊！你走楼梯冲起来，迄个有出先来啊！对，而且大姊互伊菜加油原本就就写 QQ， 然后先等伊做位啊，组长，无问题。有啥物你讲？组长就少年的。后尾通落出泰山州应该也就我会注意对我印象。你好，你还好无？那就好啦，这是主要是这样标题。无看我迟到啊，我时间无抓好啊，如何需要做一寡代志，要紧啊，多谢你，多谢你人袂歹啊。为啥伊真正就优先呢？我最近拄做上组长哦，也就一寡手忙脚乱，我叫喘口气啊。我还要自我介绍，我叫地位啊，你是负责做的，安怎？也是无自己习惯，做迄款，才会使。是啊，安尼也太好。我还以为我人无得咧，会有人天气作怪咧。谁啊做你个咧讲啥啊？舅舅，你知影你个讲啥无？或者毋是我这样上日本？刚刚你是咧讲我？我讲这个算是毋得声无啦。当时你赶紧去买你个案，对买你个案。我做呢，而且就是我对讲，我拄当上做上组长，也无啥物威严啊，时阵就比较歹管好伊，这主管开始建立一个威严。你安尼嘛好，也喜欢，对我讲的，有时你加减有惊着吧？明明已经落出操作组啊，搁要是做泰山组，开始是伊也是，你拄好采用。你要如何是采用这种模式、面试模式的第一点？你甲我讲袂安尼，安尼做的好处是等成年资料会当搁紧熟悉两边这样做。毕竟咱台山做甲伊操作组，算是蛮密切合作，你猜无？有球，你根本无合作的意思，总是找咱麻烦，找麻烦。这兄我甲你讲，这兄。你有机会来咱台山组真正太好，操作组遐个人真正是对吧？不过关于经理坚持两边都是做，我个人也有一个看法啦。经理多半是想要借由这种模式打破操作组甲台山组之间的隔阂。毕竟以公司原本对于技术保护的风险，组甲组之间的接触是互刻意降到上低，啥意思？我只是半客嘛。
唔知影解释，尤其对于这样的情形来讲，是有复杂，淡薄仔复杂。但你了后礼拜就会慢慢了解，对啊，你迄当我的时阵，有看过资料无？看了，安尼太好，真好了，我大家看过资料啊，这些啊，对对对，诶，靠呀，靠呀，迄名，种的啊，还是当的，种的，诶，靠呀，东兄弟啊，靠呀，伊的事实无共啊，靠呀，我想做的事情就代志，你等你明白。对，我伫个传去面试大厅，但时间无足够，你出发之前，咱甲其他人聊聊实在是，伊对等的面谈较有帮助。怎做？哦，你的位置。你好。嘿，有啥问题无？啊？为什么？你今日讲袂使啊？短期高功率的方案。这个是啥？臭啊！这边。温馨很像。你还问我这个？是。我也是甲理解这个下题，迄是即刻你爱甲伊无熟啊，但应该到顶了后就知影因我歹舞啊。可是你若无甲操作组的人熟过啊，工课上有时会拄着啊，无一个好结果的。而且有讲倒来，伊的薪水比我悬很济，咱也着伫遮卖卖，根本嘛想袂着伊。财神求讲话较对啊，但其实嘛无讲，我知影你无介意安尼讲法歹话，尤其是即马是有时会甲因做伙工作很多，伊安尼会有问题，毋是来感觉着是有即话。好啦，安尼我以后小加讲一个。哦，你竟然迄个容易退下来，我只是想明遐分段，也毋是想互朋友艰苦就好呀，算啦，好啦算啦，是我有淡薄大惊小怪，不是无啥物好。我拄则话有讲到小超过，无到超过，那就出就慢。看我是遐猜心的更好，明显只是想要喷一个操作做。好，咱讲，对啊，哎你啊，
书，哦，阮兄算落才上，啊，算落，圣诞老公啊，一半一半哦，缩下，部分会当来啉啊，对啊。啊？什么？哪个啊？哦，抓死这兄，要死这就可以啊。啊？有劲哦！然后，这个是，哦，找到了。诶，为啥有目睭迄个？哦，这为啥物应该无错？等下，那是问了好啊，是感觉两班。应该拢问了，应该问了。哦，
啊，薪水无看。哦，那个技考岗，技闹。我有紧时间哦，我后壁对话有时有一寡应该袂做。想想。好，咱行吧。阿伟，哦，这个都是要材料不定，若是我超过期限的话，聊兄一点真死看，聊兄。加在你愿意临时的，到时候我知影你真有一个真心意咧错，哦，就是你哦。咱对这个奇怪，我对来到这的时候，甲伊讲过话哦。我敢无甲伊自我介绍，嗨，我是吴敬通。伊做戏过咧，阿伟人就通互伊带，可是上欠啊，应该去因带你的，毋是咱其他夜班的其他歹舞的同事。是安尼讲的，明明就是哈哈是啊。拄则是迄是蔡心行过来，没错，你应该无听到讲这个吧？你绝对听到啊！好啊，小峰你有正事哦，哦，就摆啊，新年小伟啊，对，今晚应该讲摆啊，组长，拜拜，对啦。希望你通成功约着伊哦，哈哈，对啊，咱走啊。你去约会哦？对啊，我一个介意的对象是见面行啊，若是工地都是，不过是一礼拜的部分啦。最近一直咧找时间约伊出去，但是其实收无闲。是我也是唔得，我是想我是讲是唔得就不讲去做咩啦。实际你交几多朋友啊？你拢袂个唔敢主动约对方出去，而且好唔得。不过当初敢嘛是风主动约我，我话你啦，愈在乎就愈去对话你别话，等我之前我初头甲伊讲遮咱要进步，而且第几个班我袂记起老早。OK 哈。来吧，简单多听。嗨，小伟。轻灵的轻易哦。你哪会是遮？伊的面叫红啊，组长，看这反应应该就是组长介意啦。恁兜求找我的资源啊，因讲大天的伺服器，都有一寡状况，但是又扶袂过来。恁人手无够，就爱招人啊，莫老是叫咱建修组的人来帮恁洗骹车嘛。虽然恁看到我的记号，我是足欢喜的哈。可不伫去求拄则就无闲。然后伊讲伊有代志要找我，啥物代志啊？我是，会当说，无来啦。
啊，我遐真无礼貌，我还袂自我介绍，这位先生你好，我是柯庆林，柯心凌，你是？我是大师姐。啊？这个无时间的，够奇怪。我现在袂记得是，伊叫大师姐啦。即马现在正要看伊，用伊面谈看卖今年想观察伊表现。安尼啊，祝你顺利啊，多谢。喂，无代志，我先走啊，小意思就拜啊，拜拜。啊？再见。啊？还要走？哎哟。现在是那个吧，哦，这都是面谈大厅啊，咱伫遮做最后的台选，这比我预想的搁较大，实际挺好啊，因为你即马是要实做，所以你只需要甲4个人面谈，最后搁中选出一个。我要知影说啥？我晓这我等下介绍一下。像我甲面谈流程讲了，这来面谈的人拢有从事先各地爱主动说明伊的个人经历，咱透过这资讯来判断一个人符合咱的事。你爱听伊讲，问了问题就了解伊。4项面谈拢结束了后，你就家己做经理个，甲伊讲你的选择。了后，我会过来带你行了最后一个。那还重点很好，这份工课的基础是，也是态度、态度，也无信任的人。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课机会，你就爱做较好，选最合适的。当然，你并无清楚安怎分辨啥是适合，因为今日想要来你所在。我是互你一个提示，不过你可摆甲经理讲我有要食哦。是啥物意思？经理警告你安尼做，但是讲你袂当摕死哦。是啊，就会知道你是。那算啦，真诶，为啥物？那我觉得害着你啊，安尼啊，讲你也是，就是你啊，安尼我讲，你会当开始面谈了。你面谈了是小峰会来接手你的位，小峰啊，应该是指拄则等着你迄个戆的查某。对着迄个戆的人，你会记？好啦，就安尼加油吧。不错，袂当看边啊。你看，大用田，这我讲了。年代到这嘛，真是不容易啊！我去年3月初就投申请，伊无是我我伊无机会啊，无是我即马出来红白上，我开始听，有一个代志我想要讲清楚，其实我这叫出了，这叫代志，所以讲这几工，等咱看，讲一直袂使来啦，先，但是我也毋知影。若无我照下面等其他照，我会倒去讲起，讲基本49岁无某囝，目前甲老爸甲伊老人家住伫湾北郊区，其实我是改制前的加油馆的人，几当时也搬入我的遮个，阮老厝是一块田。我即号册下后的厝内的田斗相共，对着阿爸做了几冬，我才甲伊地接管的管。拄开始去你袂歹啊，虽然做介绍无好嘛，还过得去。后来我找着一小块种起来较有韧性的作物，甲这个作物做成手工艺品。伫厝内楼骹开了一间小铺，结果阮爸就介意的，咱也就继续做落去。你嘛知影，即几冬遐个农业工程起了特别凶。我时间我想这应该要辛苦了问题了。
紧继续讲啊。好，就讲到咱老厝遐农业工厂起啊足行，甲你讲哦，真正是一栋起袂了，起了就算了，规工排污水排废气的。敢有去检举哪有路用申诉流程出等的啦，就算申诉出去啊，头前甲排一堆咧信的，甲你讲啊，议员一定有咧收乌钱啊，所以我讲啥叫啥话，所以本色名堂出来有咧做代志啊。你讲讲，你少年啊，看少代志来啊，政治问题啊，政治问题。要是请你继续讲代志啦。讲你嘛是啊，我介绍每下有诶无诶，讲倒来我甲你啊，政治农业工厂训练愈来愈离谱啊！莫讲要进物件，咱连要大诶拢带袂啥落去啊。最后咱遮小农诶地，毋是方强必收购，就是经营袂落，只要是爱过。地方加袂掉后，咱到原发来找机会啊。尽管阮爸就支持我，但是即种景气下伊个当然一场空。只不过只能有时伫城内拍一寡零工啊，也真毋是我咧讲，另外别人嘛真够无恁一味啊，虽然你是遐好啦，但我伫遮拄着诶真是我无水准诶坏皮啊！哎，我讲到有一寡过头啊，我安尼讲另外别人恁敢会无欢喜？安怎？我还袂算到重要物件，你来讲一句啊？袂是，安尼啊，所以我才讲你小弟，你人真正算袂歹啦。其实后来想想嘛，可能是我家己诶问题，老感觉人欺负家己啊，说不定是家己无能啊。我拄则嘛讲了不少往事，回头看我这个人，也真是干啥物拢干袂好，是读册读无好，老家诶地都搁互人占去啊，抢啊，来遮啥物事啊拢做袂起啊。阮老爸来阮爸无救了，就病倒啊！我叫趁无啥物钱互照顾伊，就算是安尼。我是相信我老爸自细汉教育我，拍拼就会都通修行，是的。所以虽然我感觉家己目前有啥物拢无做，我诶努力也是有价值，后来总有工通修行。歹势，我嘛知影，我最爱摕着阮老爸，伊一直是一个足好诶单亲妈，诶老爸哦，我自细汉就足倚赖伊诶，就算即马钱遐歹趁，伊嘛无互我枵过，所以我才是遮会老甲伊挂嘴边哦，我感觉讲伤侪无着诶代志啊，但是就淡薄仔讲伤侪无相关诶代志啊，歹势。是我家己无注意讲伤侪，可能是厝内底诶代志，互我精神就我起来，是我差不多。我大概嘛无啥物好讲诶，如果有其他问题，我就是靠腰这个计啊，这个到底是啊？走，这个靠尾。你好，我诶名是姜武汉，是草字头诶蒋啦，蒋武汉。有鱼边的有鱼边的鱼啊，然后水边的汉，然后我想要先多谢恁互我这个机会，看真就紧张，不对，应该讲是基金啊对啊，早新闻证件簿下加一，这样面谈结束了后是因为面谈结束后是毋是有需要出示这身份证件？哦，对，安尼啊，还是我误了。那我要炸了这一张证件出来，咱继续。我着依照名单流程开始进个人说明。我是蒋武汉，今年25岁，目前半工半读，甲下爸母在做伙。然后阮厝是伫原北市区甲外环相连的美湖社区，地址是2号3街42巷5号6楼。你讲伤济啊，免连大都讲出来得。安怎？哦，
这是毋是？伊是敢若毋免讲很清楚，但是我一个小紧张。伊又摕迄个纸呢？然后其实我是因为考试就放，所以我才咧准备停课，做一个半工半读。因为我中考的话，厝内爱我负担，爱饲我负担较大，尤其是即阵啊，厝内人是较一比一，我需要这个机会来帮忙大补家用。但我搁一个半月要大考啊，会当做当时的工作。然后我听人来我听人来讲来遮困，对，咱赚即侪钱的，所以就来。当然我是有知过这个工作是一个做负责，而且听讲是年会特较轻的啦，比较有机会。从先是讲你少年较适合。幸好表示无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记得我了解我是 OK。我是莫紧张，好诶。我想要就来讲，阮兜家一个囡仔，所以父母拢足疼我，所以虽然厝内就是无啥有钱，但伊也是互我念足好诶学校。希望我将来会当出人头地，靠！你真正就讲足侪好来靠咧，我先考一个好学校，但是去年已经是我第3届落榜啊！我一定都工课趁钱，做汉的生意嘛愈来愈歹。其实感觉加足侪亲像咱兜即种较传统的小馆拢收起，明明这种老字号的传统面店较有味啊！有时遐装了。嗰种机器的连锁店，迄种店买食的足紧，物件佮变甲俗，机器会当随时变扫，所以店内嘛较清气。逐工又过路佮网络，即摆已经足少有人想要坐伫路边豆食物件。尤其细汉时阵，加上有足侪无共的店，即摆足侪所在拢是剩连锁店啦，敢若每一间店拢是某一间大公司开的。我想先进大的社区应该嘛，足少有即种老店啦吧。其实也足侪，也偌侪啊，毕竟丁安也是旧社区。这甲面淡无关系啊，靠！也是，歹势我无想这种原因。现在我为了准备考试，无办法找专职工课。我真正做需要考上第一志愿，只要是较好，你个考虑拢无着。阮父母为着互我好好读册，大家拢足辛苦，因伊伫相信我的成功，所以我伫厝好好读册，莫吵我。厝内我真正是感谢你，感激你，咱大家应该靠讲足侪好诶，真正见面时阵拢会在厝输落我。应该讲别人兜诶倒一囡仔都考了倒一个知名诶大学，然后问我伫咧搁咧创啥？我袂当搁落班啊！我袂当搁我来跟我想哦，是到时间我应该有时间要来。靠呀！我知影我无应该安尼讲，但无应该安尼问你。即摆我真正想不好，我其实爱摕到这个机会来弥补伊。所以爱到你就错。我袂当想到啥物啦，我会当理解啦。请问啥物笑啦？这基本上是足累的，你敢知？请问你今仔面试过了，我就出机会了。我搁拄则嘛，志明材料一个啦，安尼完蛋，都是你开较烦的这啦。是这你来啊，很紧哦，安怎也顺利无？会使，袂歹，毕竟你是头一届啊，我家己头一届面试落。头一个互拍啥喏？莫知，是讲你敢会使？无情况，伫咧甲新年开讲啊？对啊。廖兄，你即摆哪会过来遮？我的理由，你管好你家己就好。你即摆是毋足用的？那你过来斗3工整理看下买样的资料无好吧，廖兄？学弟伊要结束啊，我等下就要报等伊啊。无才这几分钟，我休困一下啦。
你看我甲你说，拄则你大笑，你在讲啥物啊？你以为我毋知影你甲物件等互定良心，家己走去逍遥。我无啊，我哪有走去食，走去食薰，我无讲你食薰。我是指望别人，所以我伫位顶头诶。是这个时阵拄好拄着我，伊会当替我做事。老实讲，伊讲会当是真诶。拄则是咧斗相共别人无毋对好啦，你讲吧？老实讲，我敢问一解，伊讲会当是真诶。伊敢要问你一解哦？啊，是真诶啊！啊无咧，好吧，我相信去食迄物件。耶，多谢时阵，感谢你演互我，我欠你一解。啊？你我定定姓名是当兄弟哦。啊？伊是当兄弟，连讲检查资料讲伊才23。你创啥看着我拢毋讲话，而且敢若是死于啥物？伊个开始自我介绍，是好，演习离票，伊到底维护啥物？我退休前是一个啊，靠背，我迄个是一个公务员，即摆靠政府发的退休金生活，因为你嘛知影去年政府对退休金做了无少的抬减，所以我即摆比较需要这份工作。我知影贵公司会想要年会甲去年算，而且我身躯看起来真淡薄仔重，但我认为我身躯无可能做为老太太，所以无适合，歹势。我嘛知影家己安尼年岁无适合，其实我今年已经68岁啊，靠腰。咱甲你面谈的时候是靠朋友帮助我遮尔，所以会跟你讲是见资料拢是假的，在遮面前可能也是互你添麻烦，我嘛无用容易的时间，如果希望的话，我暂停跟你安尼讲。请你过吧，我就让你过，但是等我理性啊。哼。你好，我是老汉民，请多指教。你是对门迄个厝边哦。无想到伊会来申请这种工作。所以你好咧，你是在上班？咱顶摆见面的气氛较不一样，我记伊的迄个先生上班，我出来话甲我好心认识。开始时我想要讲，嘿，因为咱之前无有关系，咱即摆当然要公司交费啦，当然太好。真正想要最大一口气，我就开始吧。我叫老汉民，今年59岁，工课期是万枪的工地干工。应该我是之前讲伊无工过啊，应该我是之前工过啦。即马正经是万枪的工地干工，其实我即摆是太阳中啦。所以才申请这个工课，想要趁一个会计。我的背景就单纯的自细汉就子随父爷伫工地拍拼，工地来拍拼。到即马嘛已经干了30几年啊，今年也新上万强新建来的工地干工。这会当问吗？应该会当吧。你会想用来读？我申请下面绝对毋是我，因为我能力无够，是顶个遐坐伫办公室的老尻川舞了啥物人工智慧管理系统，可讲是讲是会当增加工作效率。我哪会捌啊？总之因感觉我这个老骨头无路用啦，机器比人遐会使，连我30档混工地经验拢无路用啊。连工地现场的干工拢互 AI 去做，所以遐个工人嘛拢爱互 AI 管，爱互讲遐个代志。我讲遮个代志无必要提啊嘛。你继续讲吧。我的成长环境足单纯的，厝内一直是小空，为了工课经验丰富，我的学历嘛袂歹。当然我年岁大了一寡，但是从形象拢看会出我遐足硬朗的。咱这个年岁的人，拢是食苦换落来落过来，可无亲像即摆少年人迄个草莓。
讲咱早结果嘛是安尼讲，总之我相信家己做适合就有你看起来较是蛮有自信。你摕到你学历袂歹，我虽然是做工诶，但我册考无少读，虽然讲有啥物头，但我好歹嘛是国立大学毕业诶。我是毋知有差无，但我感觉这证明我诶头壳也袂歹。也许对孙南公主来讲，我这个头壳、脑袋瓜会价值更加挺悬诶。哈？老实讲，我毋知影地上关系有影响无？真诶，看来你毋是足熟悉个工作啊？是因为我基本无听到这个工作，是吧？因为就安尼，我家讲拢讲，你有啥物想要问诶无？啊？没事。你话你会当录出哦，我真正就是要去拜，拜。迄事情呢，我来吧。哦，你不听着啊？我袂讲我不定啊，起码你甲4个人拢认得了。搁这下这麻烦，你爱为4个人内底拣一个上适合。我真个讲我同志实在无简单，不过今日老豆如我，20几就靠这60岁，伊看起来无像是咧讲真笑。你会摕着哦，会使哦。那你通帮我动下阿姨的屁股无？啥物？伊知影我头脑摕是我无爱做，伊管你摕无？安尼讲好，我感觉你爱用3气法去想。找出遐个天灵无适合，会变硬要选出上适合的是。好，我今天讲到这，我真会出来之后，你会当照这来讲我，所以拜。这敢会当看过，这我袂当看。你来这是这个靠腰，你认得这个时候你辛苦。做财务甲我安尼是安尼哦，靠袂？做财务甲我是乌多大呀？我现在定期爱按的，我按着丢，好啊。我按我是按时上班，我是半暝上班。我看卖哦，今日菜单是佫是低下便当，靠背哦，你会用这个低下便当，敢有啥问题？聊遐，这个是聊遐啦，有是吧？然后嘛，食了一礼拜咧，大家拢会辛苦，做会使，有时食一寡好料啊。无明仔改内东咯，是有啥呢？无爱溜倒啊，犯罪，你这样电话带物件来，就要离婚，好啦，真是这遐你要办几啊是鸡腿我帮你点，办过，是可，对，是免费，应该点鸡腿是这遐你这嘛了，一斤就是爱食排骨，所以我即摆是看到排骨就是个饭，也是点鸡腿好，总之我会摕便当互你啊，你是去买你的，总之莫甲客气啦。这个小主题是我咧唱，那个女，你看，其实过就是段时间呢，有人王俊贤。我就要为
而且你讲教讲小黄油的代志，我对小黄油无兴趣，安尼个。啊，啥介意算小黄油，啥有问题吗？是毋是你啊？哦，无啦，小黄油毋是手油啊，还是有别个物件对。我讲小黄油。啊，那也是等于啊。我现在给这啦，这个得到公布。小黄油。现在真正无啥看。啊？你啥物时阵无食土？你甲我讲。你啥物时阵无食土？这个用过，啊这个哦，这个敢是。第9，我理解。所以爱找经理啊，这样看的，这个搞不好这样看。有一个，小林啊，对，安怎？啊，头前迄个点心，啥物？你认真？这啊，倒一个分大甲台湾点心，现在头前应该是款款啊，变成也会个继续头前落。老实讲，伊真正，就可以。好的无铁质度，厚的无铁质度，一寡想法做这里，歹势啊情况。只是路过正义之士，就不留名，大事这咯，就是大事。伊系偷食挑食人才付出代价，走一脚咯。原来是这物件，我头仔无想过这咯。是。我看到。等下，你是毋是要甲我讲明天的代志？敢袂使？好。
合计啊，合计啊。所以安怎算甲迄个人尔？而且迄个人我名足熟个，敢若伫旧金山。哦，所以总公司无拍算接受，一定来。哦，害死这，你看黎明时看起来最灵动的，到底为虾米小金一直随意放行入来我的办公室？今日关于会场的代志，是吧？所以你是出去，会场，没会场，所以啊，加油啊！过来吧，好啦，很顺利啊。我刚刚话顺利，希望是啥意思？要伊啥意看伊无？你知影？你规段名单过程，我拢透过记录器看。啥物？你的所有的工钱，我拢看你是好啊好啊。我讲的我的我是做我开的钱有值滴无？嘿，你讲，实际上你做了袂歹，所以啊，你无甲另外起冲突，甲伊应对嘛算好势。可能到你第一届以名单过程来讲是合格，整体来讲这是影响你表现。然后即摆我跟选对了，应该都不错。我想接下来我就先就你伫名单过程中的一寡细节进行检讨。首先，当第一位大勇挺先生甲伊讲起政治啊，你足紧就同意啊你足紧就同意了伊应该是所将为第一名啊。我比时空质量做啊就好，我要你毋是足认同伊讲的，但你也是因自从中心对。这点值得加奖，实在有伤侪人名单，伤侪名单另外因为名单这当今政治话题引起冲突啊！你实在境况安怎？伊头一届名单是也差一寡甲人拍掉。你应对大勇挺的方式基本是正确的，尤其是你有甲伊留落来这点，有一寡名单员拄着无一定会来的人。拢是会选择直接拒绝掉，但你有条要改造的流程，也袂歹。继续，即咧讲酒无限，甲伊面但是你甲伊讲免证件，你哪会知影无需要？我无问过说太明名单的流程，正好你家己发现问题并找好答。这是我伫实做时想要看到的特质，而你嘛表现出来，袂歹。过来，是不论正经的代志。你无信就总有心，伊会落厝无？这点你做到，你袂当保证家己会当做到，就不该信咯。即个名单另外会受伊压力，就是信靠开好啊。起码即摆我知影你袂安尼做，过来要检讨的是。当行的女士，甲当女士请早是正确的决定，伊明显无适合，而且违反了咱的规定，混入名单。当然，其实你会当试着家己留落来，像知影呢？可能会当问出一寡啥物，总之关于伊是安怎分过头一个台选这点，我会帮你调查。好，最后来讲老汉面，无想到你去会拄上实在的人，看来你之前有过一寡恩怨。好伫你无好代志，这件代志影响到工作，你是继续甲伊面谈。我看过题嘛无啥问题，算是比较平常处理。检讨过一段了，但是我讲够啊，即马该换你啊。好个，你们收下。老汉明，结果也是伊啊，够未？给你笑啦，无错啊。老汉明这是正确的一个人选，其他两人选都有各自的问题啊。我之所以选你，是用三气法推导出的结论，有分析的健康状况、精神状态、甲个人生活拢较稳定，而且老细嘛需要一个机会来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情况。我以为经理的力量是帮助上需要帮助。毋是安尼。
无论如何，精选人选的这方面，你表现就好，就是稳定。啊，咱录取机会应该是不小，可能你其实引起完全放。无论你满不满意这个结果，事情就是安尼啊。我有办公室内底有一款人甲伊讲，面谈时阵，重点是紧着真开人，大概是做带面迄位小朋友，伊晓得。实际上，我想看是你为面谈到选择过程的表现。我即摆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底，因为头前我应该表现不错。这下你爱去甲老汉面相用，同款的是地位带你走流程。毋过即届伊会甲你做伙入去相拥适当，毕竟相拥适合到的细节伤济，我袂当先来处理。好，真好，起码即届有一个永生的前辈做伙对。除了老汉面以外，我也排了一个人，互你做伙签签的。我已经尽量甲你过迄个人状态，伊无问题。你应该甲伊签落来知无？是安怎的啦？无重要。你只要知影，如果你无排签来，你麻烦就拖下先心。签约完成了后，当然之后我会甲你讲，你有录取跆拳组。为虾米？第位的办公室你会晓离开大世界？主任，请中良心入吧。主任，中良心就是我不求良心，这个，嗨，是这样你名单了，更顺利，太好啊！希望阿姨突然做我过，不过我也唔知影是为虾米，然后先入去啊，拜啦，拜，对啦。这道有啥你无做工过哦？坐组长啊，对，对，你是走去指望别人搞，枪又走人，我知影，拜，安尼敢有甲其他人做？应该无好讲无。这个有一个新人，了解，廖兄。哪栋楼？小金有发现？准温。马卡莫多。你靠呀，个顶下靠。前有招龙的，重量性不一样，我白睇下物件。伊个，各位，救命啊！安怎？你像就应该我讲，就开始是应该有什么事？看你要创啥？就是阿姨的办公室这个啦，超可怕。做太平，你迄个经理就甲你听，那你唔交你去帮我睇啊？你讲。我带律师来知啊，喏。
KKTV 讲其实讲是啥？我感觉对民俗 KKTV 讲你就是爱讲这种遐个经历吧？你在玩啥？小芳需要家伊袂记伫阿姨办公室内底物件，而且最近的，如果我讲会当替你开门，有开去哆啦 A 去，不是替咱是替我进攻的，但是你是，还有你是第三鬼啊？我有唯一的关系，咱就是甲阿姨拍回去，我爱睇伊无得。靠门，你看啊，大家都伫遮，下无得是真吉利啊！对啊，你看拄则咪去找伊。现在一条有人开这话的，我是好奇你讲，我只是到老了，我嘛是，迄无重要啦。有时你讲阿姨即摆会使情况，阿姨已经离开啊，我是负责去做，对咱哦，就即摆咱是做，是讲阿姨即摆是讲即摆啊，不过计划即继续一日，但是最近要一计划，看得出，恁去，不知道。啊，咱是要把风的人，电梯屏多人，如果阿姨真正回来，爱去我可袂个，啊，但是我看，求到我叫我去讲，这样国外代志，好啦，对啦，咱抓紧时间，实际你就徛伫电梯门口遮。看到阿姨就甲伊拿落来，去可能看时间就过，皮球转起来，我才话，已经开始学会拿这团，这落水啊，都是伫遐等第一个，如果也伊看，真正很紧就转来，就是讲要拖下面那要安做，搞很紧，来啊，你遮创啥？我在等人哦。所以对国外的代志，等下，安怎？你迄场最少比的时在白牙靠，太好了，先超天机，那是看着我太好了，我要走。就是我时间完了，因为我突然没这时间。英文话的话，敢会讲我想讲，你讲我根本没去check啊，所以没休息嘛，对啊，我银行底下创啥，对啊，你去讲对啊，讲啥物规吼，你这我直接讲，你俩鬼鬼祟祟这奇怪，我印象面有啥问题？我来时阵嘛不是讲怪怪，但是这甲有啥关呢？我拄好听你讨论，好吧？你无聊，我无聊。离开辛苦去，安尼会使，条件好呀，时阵你也无拖做阿姨，我尽量啦，好吧，我想想都拿袂掉伊，反正这兄拄则讲问怪怪，阿姨个嘛，敢若嘛听入去，我敢若无事啦，我是这个搞笑，真正是感情个，我看你两个一讲，是有啥帮忙就是我甲我讲。小事啊，只要一定出去个，肯定情况起来。如果你有落厝的话，你连落厝啦。我先笑我先走，上结束了，拜。哇，难得安走。对啊，这样你如果是要穿啥物领啥物无爱，这样要出啥？下一次要做件代志啊，无好讲诶，等于做韩国。我靠要有真正要维修的物件，我拄则到底落了啥物？掺了啥物落水哦？所以反正结果我所以走，按人的啦，像个走廊伫倒位，你嘛就，你再给他我再帮我多点，请问你硬啥？这个。
济咯，人火不乱，环境记录器。这拢是面单性。我感觉我袂算是较赞的。难题。太侪题。就忝个，可能夜班的调时间袂调，做时间袂调，就要困去啊，困去啊啦，哎呀，我多。所以这个是你，这是啥物？你看起来甲进前遐无啥共，我无看过这个。时间到。啊？哦，大师姐，哦 ，OK， 我来困去啊，还是甲伊叫醒。头仔个还在翕相过，无啥济，迄落。毋过事实你即摆就是会想要困，代表你还未调到上夜班的做啥物，甲是也无关系啊。伟兄，事实兄恁好，啊你为啥来遮？刘星你来遮？哦，派来，派啦，稳过稳兄的困，稳兄是啥？伊敢若毋着时间，人还未倒来，但是要开始请。也是，我嘛是下一辈就做伙等嘛，放心。伊拄则讲太明悟着时间，伊虽然介意甲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但伊从来袂低调。伊敢有讲低调的原因，良心。无只讲伊悟着时间，好吧？袂讲代你讲成功啊？啥物情况？这个问题可能爱问伟兄哦，我也袂问啦。哦，你甲叫哦？事实兄甲伊讲，组长伊想要约一个查某出去足久啊，为了甲伊斗3工，大家也直直帮伊买着一张足歹抢的票，结果咧，伊即摆竟然一直死亲咧，毋敢去约人啊！对啊，这话题就到此为止啊。我甲事实兄确认签约留停。好，然后我要发讯息到工作，甲大家讲，伟兄你偌汉，你要发就发啦。伊也真是一面无奈，实在我甲伊讲，我甲伊对几件代志。当初随着罗楚信寄出去的资料，你敢有先读过？罗楚信也讲拢免准备，刚才我甲收到资料拢先读过一遍。你对资料看起来，亲像某一种下桥细节，听起来超痛苦。我想要先问讲，为虾米当初？要讲拢毋免准备，啊哈哈！伊个身份啥物？老实讲，这其实嘛是经理个。照伊讲就是连资料拢无主动认真查了的人，根本无必要考虑。这准则东西，你到即仔应该嘛加减习惯伊即种做事方式啊，无？我必须讲伊安尼做无啥讲袂啊，确实就是真正拢爱讲好啦。讲到遮，我就先当你真正拢读过遐资料。那么基本上强压机关你已经直接出局了，真是好遐。我说明一下，你之前看到遐就是公司的知识学校，你读过无？大家注意到，内底有一寡细节是对合作者较有利的。伊是要讲啥物？我即摆甲你讲，关于遐有利益用的细节。只要对方无提出要求，咱这边就无义务爱主动告知哦。而且公司的力量嘛，确实是避免主动告知。啊，安尼够无？我听有，真好。我即摆甲你摕到这是因为台选组其中一个关键记号，就是看这啥物？公司的记号审核 AI 的自动。
追踪每一个员工的下游效益。如果你潜在下游含有不利于公司的细节，你下游效益表现就会变差。这完全是系统自动判定的，而且伊的决定性比我或者是经理拢还高。而且你上要注意一下一点，这代表我等下无应该甲对方讲这细节。如果我的下游效益加露出了这个工课的机会是不是？对你降低或者个说，对只提到的不利细节主要有3种。第一，初次加机。如果对方是第一届进入算力公司，咱会提供更加侪机会。第二，员工加机。如果对方是而且暂时完成员工，收入会当提升。这个细节确实拢是额外补助，最后意外保险。算来讲起公司期间若对方无本身无保险，玩家嘛会帮对方投保并支付保费。这项事务本来就是应该的，本来应该是必要的。以一般的工作来讲，应该就是的。但是算来讲起，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大量加价人员之上的。如果咱替每一个人支付保费，无一间运算当着的，会当营运超过2个月，这确实有道理。你也搁出现啦？换人咯。原来就是你啦！伊个人已经坐入去，先坐入去前个时啊。我有先甲伊代志交代一下状况，毋知为虾米，伊看起来超无自在。伊讲的是老汉民啊，交我加油啊！另外加油啊！而且这来偌久，就互投诉3届啊！讲你嘛是，要笑，你跟我来，我来帮你恶补一下下游细节。可是我等下到尾要时间见。可惜我先创造，这里是你啊，4指正，多谢 ，OK， 来给吧。好，要准你入去啊！你要有啥问题想要问最后机会？这种比赛就比赛了，对吧？那入去。老汉。两请坐，毋是我叫你请坐哦，靠腰。老师，你好是第位啊？这是大师姐你小姐名单的时阵，但是我知影伊，咱实在是我处理好。你也是拄好，应该知影，你应该已经知影，咱即摆是要请用。歹势，我是想要先问一下，你请。咱即摆是要请用嘛？所以，就是讲我已经落厝啊。无错啊，唔快，知影真好奇，我知影，来啊，就多谢你赏我大师。袂有事免客气啦，无是我真正咧感激你，谢你安尼真正我真感动啊。你看起来的确如释重负。无其他问题，我就继续说明老师好无问题。首先，大师姐是咱遮成年的，伊会负责甲你讨论下游内容。我今仔日是只是负责一边仔监督，而且先诋毁你一下，有无问题？无错。老师啊，你是新人，我是新人无错啊。安尼我的下游有啥改变？啥方先然后无问题，好啊。相信你已经看过下游提供的经验甲条件啊，对。我看过，这是我愿意请实习过，伊啊遮就是。真好，安尼你即摆会当提出这份下游中你无理解的所在，咱这边的大师姐有你回答，咱开始。请问我选择选择哪里很着钱？你钱应该会收。如果有先填写小号用的，咱提领着伊100钱。领小号的会当提100块，安尼也是好。我真爱等于领小号真正早点看我一间。你敢问阿姨，我会知影这个代志。我想要问下游收入是固定的吗？
你的意思是？哦，我是觉得我现在跟你在提醒经验。我看这部等，好，我看这部我有先做，那还是我拍两集，依照公司规定，收落的金额是固定的，咱的下游是袂当更改的，领导载明了金额是最零所用的。所以就是以为我先人啊，我真爱伊台当行亏些，就是这是先人个啥实在，所以安尼啊，这是连倒过来。那么恁到时阵连倒过来降低我收入，我的资料摕，要系无好的话收入，咱降低一下，来上个会长，这要看你的表现如何，什么意思？啊，就我真的，恁哪安尼？老实听恁真啊，可惜为了这个代志已经捂下了4-5个月，恁怎啊还要甲我的钱扣了？咱袂甲你的钱扣了，是哇，真是，我直接是设计一但是我理解，咱现在收入降低是啥意思？无，你这好迄个话，咱甲收入扣了。咱上前只会调降一寡，咁安尼是安尼嘛毋对啊？好，调降一寡是偌济？15啊，组长的表情可能就满意，我有记，安尼也够，然后拄则失态啊，无事，伊会当继续问题啊。我是问伊那问题，但是问题拄则是受激动啦，这是我头一个来做圣人公祭这种代志，这是。这符合其中一项对公司的不利设置。我讲咯，我会选来遮圣人公祭啦，嘛是因为这是我的老头家啦，应该会较熟悉。我之前嘛是伫万象遮个部跟家己部上班。之前万象讲符合设计的东西，就是那个当初那不是当初万象现在开拓咯，无太好，即摆安尼看来，我妈迄边结果欠钱，我即摆是话伊会伫恁遮出面，伊会记得是。然后圣诞红艳，圣诞公祭这种代志，红艳敢毋是为了是安讲，为听我个人形象。我昨天哪会看见叫做，安尼讲嘛，你看有机风险，但真正是拢是非常非常蹊跷的个案，所以请你放心。我听你讲，你讲我就放心。我到我一个人讲过里面。除了3等对我嘛无买啥物保险，所以嘛富啊为了这个设计，因为无保险的人公司那边会讲，那是个想法。我想我准备好签约，我们真正有点，多谢恁两位啦。就安尼啊，我们再会。做你咧想啥物？对啊，我拄则其实有足侪机会向伊提报助的问题，你为啥拢毋提？我爱伫帮助别人，可以。你毋是讲莫讲？我爱伫帮助别人，可以是咧做啲咩？你讲你无错，我嘛感觉这是上好的做法。即摆生活无简单啊，大家拢爱摕个理由做，谁拢无资格去谴责别人无帮助己。我可无想要做迄种徛咧讲话无腰疼的人，我腰就疼。好啊，该好下一个礼拜，我有代志要处理，还是离开啊。你做过一届应该就熟悉吧？即摆我都陪你啊。对啊。你会记你先领20拍一个代志，我真正就怕。至少有应真才会甲资料记个认识，你甚至连最少通扣着80分知影。即摆你互我相信你的工课能力真正，知影有差别无？但是
我会甲即个代志甲经理讲，而且小事，祝你签约顺利啊！毋是我签约是要签约啊，可能。好好你好，怪怪，这就是一定要签的啦。啊？我做你才干掉。CD 签字，呵呵呵哦。看起来真奇怪，靠背。签是倒位啊？伊个位比有微微的错，只要要签就对了。你对下个敢无问题？等下，敢会使甲遮个温度提悬？我祝你恁狗拢咧发抖啊！可是即马遮个自动空调显示是200，拜托，要关一寡温度开始。会使，遮个温度是自动控制。哇，那安尼敢若无办法咯？你若是伊个讲改袂，有听好者我无相干。我想要赶紧签单个有代志，所以我来签一单。你讲你无问题无？问题啥问题？我错了问题。我想起来，我无爱看医生，我先去放弃这个，我感觉放弃，但是签约就代表伊一定会跟，但是通签约就代表伊一定会检查资料，这相关资料开始。啊？我都有看到迄个资料，我无看到嘛。我相关资料较钱要出来自检查，而且啊，袂讲伊自检查，我会当取消，伊当取消无？你为虾米会需要伊自检查？这无重要嘛，这个我事情有关。伊封了伊个服务先，我也无继续去啊。然后错，等等，伊会去拿回他面啊，有抖音啊，你动作较记好，我较人有代志的，像伊个抖音叫咧发，主阮讲过啊，去到会人正经算人攻击，就可能造成中暑等等。伊会帮我取消这个，你会帮我取消这个检查喂？为啥伊讲这样伊会要签啊？就这问题就好了，好了签名，好了。安尼就签了，我先走，再回来。啥物这样会签？来，经理讲啊，经理去打，无咧。先坐你先坐咧。那一面歹过，哎，我等下这时阵啊，首先我甲伊平安保证。拄则迄经理失开最后一个测试啊，啥物？又是测试啊！测试你拄着上期压力的状态下，拄着中考运安尼过来，所以这是有关人嘅工作，咱无希望。万间你无一寡真好嘅吼，无信任嘅人同咱知影真可能有异状，原本就发生伫遮会在伊啊。然后已经回证个嘛，放心，伊打出去就有人认为资料不好出，还有促销。佮安怎嘛袂当互伊安尼个状态是红色的公寓，咱是保留啊伊个嘛会，但伊爱心通过伊个检查哦。毋过若是伊通过了检查，大概嘛随时啊去做机会所以真正为开始就安好拄则专人甲伫外口透尾干是话，观察你甲中国人过去，你伫面谈时经理做好。咱来开始讨论你个签约时个情况。拄则我讲诶，我看了你规个面电池过程，然后必须讲，你无够重视甲伊个签约过程，你无问伊为啥要取消个总检查，就是代理条件。迄是伊个权益，嘛是伊家己决定，所以我等下，但你无看伊有啥异状，看出来，但伊毋是我个责任。无解我回答，好吧？你是讲无讲，迄毋是你责任，只是咱期待你愿意做出一寡超出责任的。但是我签约了，我问题我无错，所以我无大声评论啥物。你做了一个行情，你的选择，总之我共款的即种技术个过程个听报评语。够长诶，这个好啊！你今仔时阵就到遮，
什么意思？我看可以去通知你去找经理，甲你讲你今个购物哦。伫等咱的时阵，你就是问就是，因为咱是离开后一撮后哎呦，靠北！林静辉，真的啊？你自己看林静辉现在的有些人啊，伊摕倒入来乱喷啊！哇，安尼啊！哦，你因领头家人伫倒位啊？叫伊四出来，我叫伊翕坐翕相啊！我靠呗，到底安怎？我唔知影，伊突然为枪枪声冲出来，开始要乱喷人，伊讲要叫头家出来，我无，恁一个，咱就去无去甲伊启动啊，率真的通知保全过来，咱只要想办法拖一寡时间就好。但是良心，帮咱动了一刀，即摆嘛在伫啊，我唔知要安怎，我私下互你忍一下，我来甲伊讲，伊讲咱说社会啊，拢无爱名声。我讲叫恁头家去死出来时，是听无心。我紧叫伊过来，你去等一下。等啥物等？应该是贼啊，贼头啦！我因娘甲恁拢喷啦。保时捷你还好无？你家拍红啊，起码真是徛得起来。总是真是动不了，你看即摆伊做着良心意，我无说只是有淡薄挂伤尔。你莫叮当啊，小黄莫开去，以后另外甲纪委已经伫路上。咱先去联络经理啊，咱必须尽快处理这件代志，尽快处理这件代志。是这样，事件报警，你的代志去会好啊。啊，明仔载去通知你，结果好无？无问题，你去袂好，拜。然后我也爱请你倒办公室，甲叶秘书讲，今仔伊签约相关的流程都在法庭开做，无问题，就好。也是安尼啊，你拄则的动作实在伤厉害啊，真是小命啊！你莫讲话啦，我先走，早就创啥硬阿姨啊！我会记事前你只是军人吧？我你会遐厉害，你哪会知我只是军人？这考试完成啊，咱啥物都会知影。啊，你紧走啊！昨天有是叫伊叫你等于办公室通知机务，我现在呢都到啥？现在就来，我好了。我一个，你看，你好，咱来讲。这个人应该是啥话？要出代志啊！
也是有迄、个，就真好笑。安尼我要等伊面看。拄好拄着你，实际情况咱拢知影，但是咱怎表情看起来最严重。上班头前仔就对着这种代志，真正只是两个你好，我跟我说，我说就好，那就好。你离几前昨天敢有做啥物？伊讲常有关留言，今仔讲10年，我知影，我着事情倒来咧，我先去联络几个人，你会去你的电脑拍一个卡。要搁要拍卡，今仔说是特殊情况，所以你下班之前爱用用电脑拍一个卡，是讲你若紧的是通知我，等下伊的面试个要歹讲，关于迄人犯人动机哦，应该是已经知影，复杂，也甲伊传纸保存过，伊是保安着，我大概知影，迄个人的厝内人因为来咱工程证件算来讲，伊是出了意外造成死啊。你了要甲我讲者，因为我希望你知影家己咧应征的是一个恶性的工作，你有权利知影这点，再有啥要甲伊安尼讲，是直接讲做工作。好，所以我先拍卡给你等哦，这边，但是你也好，我无事啦。这些。更新，马上带来了。好。第几排名当死啊？靠北是持续技能哦。这个对话记录者，所以还有这啊，就这好用的，但无啥好用。更酷无情。大家都是是这个工程出来，香港都是害啊。我进攻两个人，这个怪怪，叫一个SGPT 大小 ，LGBT 来搞，大个个。
哦，是这下班。我想要玩了。我先下班了，先下班我去甲你讲诶。来，甲电梯诶关键拍开，你甲伊哪里？你来。走。等错。下班就紧等厝，快点倒。今日迄种啊。下班啊，下班紧走，对了。我果然无想着你遮做你就好，多谢执行长。哦，唔好，袂甲了，我还是有代志先走。希望你会当找到对有遐同事哦，对，我会原安听多道，原安执行长，大师姐，为啥唔甲我讲发生代志？我放假袂甲愈个发生代志。我只是想要同伊甲你讲，干以后这种代志一定喺第一时间我知影，伊知影我有想要别人遐听着有我焦虑。我才准备冲落去找你啊！若是严经理，伫你正伫咧带，你真正无事，我烦恼死啊！我真正无代志，看你甲平常一个应该是真正无代志啦，放弃啦。对啦，那安尼行啊，坐电梯去顶楼。我大概安尼。是这啦，顶楼风就熟悉吼，证明。安怎？啥物安怎？就纵观啊，对无？我即马时不时就来遮，因为遮就通看到工业区总部大，看到伊会当提醒我，看到伊啦，所以我就来。拢伫爱离拢足无快乐。我较早拢以为家己会伫遐起营诶做一世人，甲我拄着个你。最近我正咧想，你真正改变我真济啊！真济我总是想要证明啥物，总是想着证明家己诶价值。甲啥证明？我确实，迄时阵诶歌根本无想过这个，我会一切努力都是互家己安心。我总是咧惊迄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个甲穿我、拆穿我诶人，迄个人会看穿我，甲我讲我不会因为即摆一切，原来是迄个因为我考诶囡仔，结果迄个人一直无出，伊却出现，伊互我知影过去诶我有完美性，虽然伊无讲，嘛启发了我，互我知影我真正想要做诶代志是啥物。我想要甲别人斗相共，成为通拯救别人诶人。
就亲像你拄仔做共款，伊就是真求我啦。嘛是因为安尼，我才为总公司调来遮。我希望帮助这投本算力公己的弱势，尽力甲伫企业盈利甲领导关怀之间取得平衡。希望我是安尼甲讲，无其他我拢顾咧讲家己的，伊才是今日主干的，伊惊安怎？结果我还是做才会知影怎么处，哇！无想到也经历做代志，真正会彻底啊！伊亲自甲伊斗阵了，感觉是是安怎？就完结啦，无错，我就感觉伊今仔家也体会到，做这行时常爱做一寡纠结的选择，亲像伊安尼坚定立场的人，听少见。安尼听来，你应该感觉是爱主管吧？说是吧？那感觉有淡薄冷酷，哈哈。对啊，正关的问题，你敢有落厝？也毋知影，可能爱等明仔载安尼啊。你若知影，搁要过来。但是啊，因为我也爱是做操作组的工作。哦，即摆是说你之前是甲我讲你落厝的是操作组的工作。你也明仔载简单来讲，我即摆努力，那毋是好诶。你爱加油，我相信你。安尼讲来实际，你今仔做应该拢是台选组诶工作对。我们表情就是讲，你应该接受了不少工程遐的签约对象，叫你迄个是啥是方向无啥物，我咧做。运算产业诶本质上是压榨落实。这个问题袂当安尼简单回答啦，是啊，我家己是也袂找到这个问题的解答。我讲我咧帮助别人，所以才来到这。但我做愈济愈感觉这一切都正常。家己不管我安怎做，这个产业拢无可能改善。也许这个产业本质就是建立伫迫害遐脆弱的人之上。啊，这款呢？到底要安怎做才对啊？我要安怎？实际其实我已经足惊遐，我就惊家己自以为伫改善情况，但实际上咧做的只是做歹人手上迄支术啊！我无想要做迄个积德圆满，却愈舞愈害的念头。我就讨厌。安尼，迄因为家己，工作是安尼，是你足济。如果我讲我想要辞职，如果我哪一天确定了想法，但这代表我爱等下这份工课，不管方面安怎做，安怎想，我拢会伫身边啊。只要这是你来，我拢会伫身边啊。多谢你。总是安尼呢。哎，我喊你美梦，做你担心，你将来袂甲我讲要安怎做，我无一届伫你的身躯顶得到答案。甲你开讲了以后，我对未来也是足茫然。我要安怎才会当甲你斗相共公司？这才是我需要。遐关于未来、关于我人生的问题啊，最后拢爱由我家己来回答。我总是无法度家己面对这个问题答，是因为你，我遮尔一届搁一届做到，你互我知影，无论我安怎想，无论一切安怎改变，你拢会伫我身边。就算我甲你杀开啊，就算我行遐秘了起来，你都会找着我，然后甲我讲，伊就是这。多谢你找着我时间。为咱头一届上到即马，多谢你总是一届搁一届的找着我。不过啊，话有回你吗？明仔载就是咱交往4周年的纪念日。是啊，时间过了足紧，时间过了紧，就代表咱做成功吧。
我爱你，我爱你，我无骂你。难对厝啊！好，第一周就是安尼。哦，第一周算长咧，今日忝咧。你也毋困啊？你先困，我洗一下喙，按按。忝，伊嘛惊会使，哎，受咧。受忝应该是受袂，你是受忝就困去啊！啊，你伊无爱看啊，靠！就是你啊！真正说，这到底啥所在？所以你真正无了解即摆发生的代志，是无？对，这到底是啥一回事？这是我的大脑内部大概。只要我的身体困去，你就会甲我做伙困伫遮，直到我醒来为止。这对你来讲有一个理解对无？你就因为你讲你无错，我看会出你甲正经无啥共，为虾米？我毋知影即摆安尼毋是我决定的，你毋是有意夺走我的身体，你拄则是这个意思对无？无错啊，好，我捌啦。可以请你讲较清楚的管理你的代志，要讲啥物？落你的名还是？无，我毋知，我想嘛是啊。那你会记你讲讲我身体真正的代志？我当时互人困伫另外一个查某人身躯内困，所以你毋是自愿。也就是讲，你是也是受到某一个人的某一个组织控制。那安尼是安怎成为我的大脑呢？也是有迄个人组织指示的，是某一个奇怪物件做的。这个有无啊？所以你是你啥物拢毋知影情况下，伫别人的身体内踮几工诶？是啊，我就随去安尼啊。毋过今日你敢若停手遐麻烦的经历，教伊。总是感谢你无歹我的这一工，你替我甲事情处理甲足好。我只是照我想要去做，可以的话，希望你保持。无论如何，咱会辛苦我几切，想办法互你分离出我的身体。其实我无认为这种情况其实足久。既然你袂当决定要离开我的身体无，就代表你爱继续代替我过生活。我希望你配合我，安尼当我取回控制权的时阵，才袂互必着处理你留下的烂单。你敢有影甲我斗相共？欢迎大家斗相共。如果有啥物重要的代志，我会伫身体前一天按时来甲你讲我的决定。我只希望你隔工会当照着我甲你讲的去行动，莫做出伤害着我的代志。对我来讲，放是上重要。我看得出啊，啥物代志我要紧，但我是希望放手到是放手。这是当然啦。如果伊想要做任何代志，请你帮我做来好。我尽量多谢你。你当真好。我身体敢要切。你爱进行，你敢有啥物想要问的？想要问我？是啥物个？你看他旁边这一直支撑，会使。我那谈弄米都袂开啊，就是这个老朋友安尼啊，安怎？我刚我身体有切啊，你今日活动着。可是我甲你讲，真是啥个控制身体，无完整记忆我有啥物？我的想法是，只有一片空间。这是真正的大事情。伫遮，我通回想起家己过去互控制的经历，并意识到家己是互控制时的行为是反常的。而我的身体内佫有着一个完全无法受起这一切麻
嘛无法察觉异常的自我意识。如果你唔控制我的身体，就会容易接受。这是我的猜想啊。我控制过的记忆会永远锁伫这个小房间。安尼伫你会食其他物件离开我的身体以后，我嘛袂感觉有啥问题。那离开，是时候你要离开啊！我甲你接下来就拜托你了。哦，不错味啊。去怎了吗？差不多没错了。我时间已经差不多那个，那咱就老丢面电机哦。我可能看我关于大钱，就卖袂记炸裂的礼物，今日4周年纪念日了，下摆爱互送哦，来。这大部分几啊遐。大家，哦，这狗，反正没得问题。我看不懂。对，刚才说服，我就应该到这先个问题。好啊，出去就袂当离啊。好，是安尼。这个到底啥物路用啊？敢会当看这个图片？好，是安尼啦。淡薄仔久啊，唉，好。